抛出说礼拜一到礼拜五并市政周末并选举，您怎么看？韩市长争取到要代表国民党选总统，我特别提醒韩市长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选中华民国地区这一点要请他随时都要注意。同时，他答应高雄市民说要全力顾市政，那我是不了解全力之后怎么还有余力去选总统，所以时间上是怎么个安排，那我倒是也准备开眼界。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却说，我们现在好像是明朝末年，流寇四起，朝廷无力进剿，还说民进党的一些人事任命根本是说谎成性，您觉得呢？还是有要回击的？我们都知道，所有在今天民主政治都是公开、经人民检验。那每个人在工作岗位上要努力做事，都是应该的。就像我今天第一时间就到中央灾害防治中心来就是准备来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那我想市长也应该坚守市政岗位，才对得起市民。那我们都看到，高雄市韩市长说他市长会做好做满，台北市柯市长也说连任后会支持蔡总统2020选举。那现在有什么变化，我们也是像观测一样，也注意观测他们怎么样讲，怎么样做。这样想请教一下高雄市的调查处前副处长严正宇，因为好像在赖的群组里面转传林东记签名的照片，因此呢他是影片，然后他是已经被调职到台南的调查处。那昨天呢考纪会决议中，他3年内考绩不得甲等，而且还记大过已知，你怎么看这样的陈述？公务员更应该守法，尤其责任在身的单位，公务员更要严谨。那至于怎么样子处理，都尊重各该机关的督算跟奖惩。院长想问一下有关军公教不调薪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军公教常常是选举议题，那蓝营也说要维护军公教尊典哦。那未来选战主流会担心会摆在军公教上面。我爸爸一辈子就是最基层的公务员，我妈妈就是教员，我就是公教的孩子。那公教有没有要调薪，核定后会跟大家报告。好，谢谢大家，谢谢。